大家好，我叫 Sylvia，係2003年香港大學護理畢業嘅，而家係心胸外科部門運作經理。我嘅工作係心胸外科護理，主要係處理一啲心胸外科手術，例如搭橋、換或者修補心瓣，仲有一啲比較高端嘅科技，好似體外心肺循環機啦、養心機等等。另外，我哋亦都係全港唯一嘅心肺移植中心，所以每一個症都係高難度複雜㗎。喺領導層面，我帶領前線嘅護士同佢哋分享臨床判斷嘅經驗，亦都參與制定護理流程同病房嘅安全標準。見到同事喺病房越嚟越上手，我都好有成功感啊！呢個專科對我哋嚟講要求好高，亦都要好細心，因為細節上嘅差異可以影響到每個病人。仲要有強大嘅心臟，因為手術室同深切治療部都係一啲高壓嘅環境，變化好大好快，亦都要有 critical thinking， 因為每個病人嘅情況都唔同，你要作出即時嘅分析，要有好快嘅反應啊！我哋係亞洲第一個中心引入 OCS 心臟嘅團隊，呢部機簡稱叫做養心機。因為部分捐贈器官嘅臨床指標未達到捐贈嘅標準，透過呢個養心機，呢啲心臟功能可以得到改善，並提升移植手術嘅成功率。作為一個護士，參與呢個咁重要嘅時刻，係我工作以嚟最難忘嘅經歷。因為當你見到一個捐贈者嘅心臟再次跳返起嚟嘅時候，你會深深感受到護理每一個嘅崗位都真係可以改變每一個人嘅生命。一開始係前線嘅護士，慢慢喺臨床上累積經驗，對心胸外科護理嘅興趣亦都越嚟越深。之後亦都透過持續進修同埋專業嘅培訓，逐步承擔更多臨床領導嘅責任。護理嘅發展空間好大，而且唔只得一條路。除咗臨床晉升，仲可以走向管理、教育、研究，甚至乎政策嘅決定。我特別想講嘅係，護理係一個可以發揮領導才能嘅專業。你可以喺臨床帶領團隊，亦都可以改善整個病房嘅工作流程，亦都可以培育下一代嘅護士。最緊要嘅係你揾到你嘅方向，然後一步一步慢慢咁去建立。Hong Kong U Nursing 安排嘅臨床實習俾咗我非常紮實嘅基礎。另外，學校亦都培養咗我嘅批判性思維，會去分析、去判斷，而唔係淨係跟住指示去做。呢種思維嘅模式喺我工作上每一日都用得着，亦都可以幫助我企得高望得遠。Hong Kong U Nursing 塑造咗我對護理嘅睇法，亦令我走到今日嘅呢個位置。所以我希望將呢份經驗延續落去。我亦都曾經擔任 B-Nurse ALT 嘅導師，為學生提供1對1嘅指導，分享臨床經驗同埋協助規劃發展嘅方向。呢個唔單止係指導，亦都係一種回饋同埋傳承。學生嘅熱誠亦成日提醒我當初投身呢個專業嘅初心。